獨愛西裝男，奧兒奧茲玩踢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Hello。何奧兒同家姐何奧芝，尋日喺九龍灣出席新春活動，姊妹檔一齊搲銀，但睇落都唔似兩姊妹嘅。好多人都話，如果講咗俾佢哋聽係兩姊妹之後咧，就遮咗就得翻隻眼，就會覺得我哋兩個似。隻眼係最似。係啦，隻眼係最似。同埋好，即係就算公司啲人咧，之前都未必知道，即係家姐係我家姐咯。但反而我會覺得阿高玲可能仲似，因為啲人成日都話我同高玲似啊嘛。樣就唔係好似，但對腳就似到十足十。我哋細個嘅時候其實係點樣過年嘅咧？細個嘅時候咧就最中意就喺屋企咁，因為我哋一家四口，所以咧就可以一齊打麻雀咯。我次次都輸噶咯，係咩？我次次都係大輸家。唔緊要，唔緊要。整拉麵、玩遊戲幾咁合拍啊！不過轉個頭，家姐就踢爆個妹，原來中意西裝男。總之着西裝嘅都可以好啲。你又知嘅？你成日同我講嗰啲着西裝嗰啲好靚仔。而家同我變好啦。着西裝嘅男仔會加分啊？會啊！死啦，唔好講啦，變好。何奧兒講到明恨拍拖㗎，但仲未有對象咯。